咱某落大雨，真侪所在有积水的灾情。高雄市府到下晡5点半之前，已经撤离3区528人。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菜市水库的农药量，51件到13件无符合标准，这韭菜花占4件上介多。印度航空昨飞机失事，飞机顶242个人敢若一日活落来，而且飞机在伫咧主题区，罹难人数恐惊会阁增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节目头起先，就来看这国际上界新的危机。这回主角是伫咧伊朗甲以色列。这以色列伫咧当地时间13半暝，是出动超过200架战斗机，攻击伊朗首都附近的核能设施，也佫有飞弹设施等等900个目标。伊朗就批评以色列是害真侪无辜的民众死伤，另外佫绑死因军内的军事将领甲6个核子科学家。即阵伊朗的当局嘛已经派900架无人机射飞弹反击，在伊朗迄边佫呛声讲，要互以色列甲美国付出惨重的代价。پشت سر من تصویر محل اصابت موشک‌های 后以军精准拍到伊朗上大的纳坦兹浓缩铀设施，乌烟一直清出来，这后做现在崛起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出动超过200架 F-35、F-16甲 F-15架战机，趁暗时对德黑兰军高起超过300个弹药，攻击伊朗900个目标。We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nuclear enrichment program. We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nuclear weaponization program. We targeted Iran's main enrichment facility in Natanz. We targeted Iran's leading nuclear scientists working on the Iranian bomb. We also struck at the heart of Iran's ballistic missile program.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发表声明讲，伊朗对以色列生存构成严重威胁，这行动会继续到威胁被消除为止。也若空袭除了造成囡仔在内无辜的伊朗民众死伤，德黑兰方面也证实，伊朗革命卫队指挥官萨拉米伫空袭中丧生。除了为该相当美国参谋首长会议联席主席的萨拉米，伊朗军队最高的指挥官、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也有侪名的国家和科学家及军方的高层，拢伫这轮攻击中被拍死。伊朗最高的精神领袖哈米尼讲，以色列应该有期会受到严厉惩罚。为了防止保护，以色列对全国下达特别紧急的状态指令。国防军 IDF 也要求民众赶紧避难。结果真正伊朗派出上百架无人机全力来反击。不过以色列国防军警告，这次攻击规模可能更加大。据民间已经开始囤积粮食物品，并且动员会库支援。以军发言人呼吁，若民间有所在互拍到，千万唔通上传影片，也是地点的资讯到社群媒体，防止互敌人用来提升攻击精准度。伊朗打造核武的进程已经互外界感觉是真烦恼。联合国的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正拄对伊朗通过20年来头一摆谴责决议。先前美国已经对中东撤离部分的外交人员甲家属，并且要求自耶路撒冷使馆人员就地避难。美国国务卿鲁比欧伫以色列空袭了后是讲，美国有受到以色列通知失败行动，不过美国并无参加。加勒比讲，川普总统拜五亲身主持国家安全会议，来引领一个真紧张的中东局势。公视新闻王路梅编译。印度航空一架要飞去英国伦敦的飞机，总是起飞无偌久就失事，飞机顶242个人，敢若一日活落来，真做是这印度30年来上界严重的空难。有飞行专家就分析讲，可能是机师啦各样造成飞机游袂起哩。目前是已经有找到一粒乌鸦仔，希望会当解开空难的真相。而且这架飞机是在伫咧主题区，所以讲这地面冇死伤。当地病院上无是已经收到265具遗体，罹难的人数恐惊会阁增加。除了这空难的原因，目前大家上界关注的，就是这位唯一活落来的乘客，伊是一个英国籍的查甫人。胸腔、目睭甲脚拢有受伤，不过这个查甫人迄当阵甚至是家己行出空难现场的。根据外国媒体报道，伊的座位是伫咧11A， 是伫咧逃生门的边啊。有专家就认为讲，伊应该是伫飞机爆炸进程喷出飞机，才有可能会当活落来。有专家嘛根据过去的空难分析，伫咧这机尾的航路紧急出口的座位，逃生的机会较悬。也那美国《时代》杂志是分析讲，伫咧较后端的座位，生存的几率较悬，大约有70%。啊，不过若是伫咧较我头前的，就干那49%。
印度航空一架波音787客机，原底要为印度飞去英国伦敦，不过煞伫起飞差不多30秒了后，全摔伫离机场17公里远的主题区内底，而且弄到当地医学院的宿舍。火势牵连几啊栋建筑物，造成地面有24个人死亡，包括苏当时还佫伫宿舍内底的医学生，还佫有真侪人受伤。也若飞龙机顶除了一个坐伫紧急出口附近的乘客也有活的以外，其他241个人全部罹难。这是印度从1996年以来上较严重的空难。मेरा पीछे यहाँ 200 मीटर पहले ऑफिस एरिया एयर कार्गो एक्सप्रेस यहाँ पे जो ऑफिस से बाहर निकला तो मैंने देखा कि आवाज़ जोर से आवाज़ आया विंग्स का फिर पूरा धुआं भर गया लोग यहाँ से भगदड़ मची उसके बाद आके देख रहे थे ये हादसा की स्थिति। 这场空难唯一的生还者是一个40岁英国籍印度裔的查甫人。根据伊甲目击者的讲法，意外发生的时阵，伊规个人喷出去，了后发现家己伫死体甲残骸之间，是感觉真惊吓。印度总理莫迪13去勘察事故的现场，嘛去病院探视这场空难唯一的生还者。莫迪讲已经甲救灾单位联络，会全力来搜救。每一个罹难者拢会当摕到大票差不多344万的赔偿。因为飞龙机顶也佫有53英国公民。英国首相史凯尼嘛表示，会派调查小组去协助。In relation to the question of a survivor, obviously we're establishing the facts and the investigation is ongoing. We're in constant contact with the Indian authorities. 这架失事的波音787客机内底有2粒乌鸭仔。根据媒体报道，搜救人员伫事故发生的几啊点钟后，已经找到伫咧飞龙机尾的乌鸭仔。另外一粒伫咧飞龙机的头前时也未找到。印度民航总局嘛讲，会赶紧记录甲分析来理清事故的原因。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嘛讲，这是历史上上界恐怖的空难之一。Plane crash was terrible. I've already told them anything we can do. 这是波音787客机头一件空难的事故。波音公司表示，这是针对长途飞行设计的飞龙机，目前有超过1100只伫咧全球425条航线飞行。美国运输部嘛表示，并无任何数据显示波音787有需要停飞安全的记录。也若波音公司讲已经有甲印度政府联络，会提供一切协助。不过，波音公司的估计，伫空难发生了后，收盘是大到4.79%。公司新闻新竹杯编译。来看落雨灾情，高雄对透早大寮大树照青一寡所在都有积水，这大树一寡路段过头水也退袂离。气象署就表示，这中南部的雨势尚无爱到明仔载日时过才会较停。为着保护民众的安全，高雄市府到下晡5点半，已经替二山区、桃园、木林、六区计强528人。高雄天气无稳定，过头了后市区变大雨，有的所在积水，水还未完全退。中午过后，高雄雨势是间歇性的下，不过呢，在大树区瓦厝街这条路，您可以看到呢，其实呢有一些水呢是还没有退去的，积水呢一度是深达成人的脚踝这么高。当地居民讲，大树的瓦厝街只要雨若较大，就会积水，关键是因为车路两边边仔无水沟啊。足早就拢无水沟，拢无水沟，你无做水沟，就拢逐摆嘛积水。气象署的数据显示，13透早到下晡2点半。高雄市累积的雨量排全国第2，落雨上侪所在伫咧大树区，有甲273毫米，互大树早起几个所在淹水，九曲洞就是其中之一。有甲正8公斤的人空挂，去互强烈的水流冲离开地面，车路袂输变做水路。店头的物流箱嘛伫咧路面流来流去，附近的暗坑积水有甲180公分悬，是紧急封路。趁下晡水有较退。清洁人员赶紧清理排水坑，也若照青东风巷早起，嘛因为雨势规趟倒，车路规个淹水，还佫有骑奥多巴的人差一点仔都没倒。你这样还经过？没办法，要上班啊，所以要过。这届落雨主要是受到低压带甲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南部的雨明显较大。气象署提醒，这款天气会为下暗持续到明仔载透早。今天主要雨势最大的地方，大致上就会是在南台湾的部分哦。我们看到，特别是在高雄、屏东，不论是平地或是山区，大致上都有来到150毫米以上的一个雨量。这届雨大部分落在台湾南部，高雄市烦恼雨真大，山区会有灾情，嘛甲山区的居民疏开。到下晡5点半，桃园、木林、甲六区拢总撤离528个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东部、南部的雨拢真粗，发现玉里的长梁甲高寮变道，因为这溪水中起来，目前也是封起来的。
也若是嘉义大三线是这山壁有土石放落来，双向袂通。咱若是对雨量的统计来看，今日路上介侪雨警察名，拢伫咧高雄甲屏东。屏东的内义春日有一寡路段暂时袂通。雨水也是真悬，受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花莲局里一直落大雨，造成开水无度消退。电工所13也是甲通过这个修高乱溪重量甲固料变都封起来。那花莲嘉义县挖大三线的大地溪相关重起来，变做土水，大三线出现崩山。落实摊方目前造成道路双向无法通行，所幸当下均未有伤亡形势发生，现场周遭已摆设交通锥。石头一直连来，连雨来也讲歹去。大三线310.35公里，边坡13早起发生崩山，阻断双向交通，又雨真大，而且石头一直连来，伊都是无度来抢修。拢咧遐大片咧，然后完全无法，不但甲伊面顶稳定哦，即摆伊落雨伊唔敢去。西南风真强，继续为南部带来水汽。台南中西区南宁街路边橡树啊，未堪要大雨，早起倒去，跌到路边停车架汽车，树棵也坏伫路的阻碍交通。巡逻警察看到了后，赶紧封锁线围起来。本所同仁挺着风雨，极尽可能排除危害及适时管制交通，并通报相关单位进行应变。屏东上看一直上大水河，北大武山、过国山厝水管河大水冲歹去。波多栈桥也予大桥讲歹去，准暂停开放。来义乡瓦罗斯区开水涨起来，水刷刷流。大后龙路早起因为路桥暂停通行，村里乡往老七家道路、苏文部路后山的联络道路这路段，因为开水涨起来，也是路桥一度无渡过。通行的方面是受到很大的影响啊，往老七家那个部分在施工，然后那条路本来就是很容易落石。那通往世文的部分，那个地质本来就是容易滑动的一个部落。所以我们是比较担心。南山区屏东沿海早起用管大约3公尺，在一条扩大伫鸟皮头近海作业平台大洋7号也伫原来所在，雨风应拍上花，恐惊爱等天气较好，救援的拖船才法度来拖走。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卫生局抽验菜市水果的农药量，这51件当中有13件无合规定。韭菜花是占上介济，其他阁有高赞塔、咸桥等等，都已经向要求落价。也若是这餐厅非常大价、上好细实，是有去用到这款产品，业者讲会甲供应商换掉。各红分市场采购要摕出来人做暗顿，对北港来的李律师，登记伫产地采收蔬果，对安怎拣是真有一套。水果要无用啊吼，就要有白皮啦。伊吼，伊迄钻药啊铺落一罐顶哦，伊是咧钻糖袂，甲你装空好看。府市卫生局公布今年4月生鲜蔬果残留农药的抽验结果，结果验出13件无合格，违规的产品包括韭菜花4件、高赞塔番茄啊分别有2件，另外有葱啊、莲雾、葱、黄木瓜等等农药超标。其中 BB 等推荐的上好素食，红验出高赞塔违规，业者发声明，红通知了后，随着通知这个厂商的工会，另外找产地合格供应商直接采购。目前供应的拢是检验合格的产品。惠中台天母店是使用着超标的高赞塔含葱啊，业者讲已经替换不掉，而且换供应商。讲到采购实在拢伫合法的产销中心嘛有家己体检，但嘛是正歹达到国内法规要求极微量的标准，而持续研究更较有效精准的检测方法。那比较特别的话，既然有看到9层塔里面也有3种的农药残留，不过大家说这3种农药残留的话，以毒性来说它是低毒性的。我们建议会用那个流动的清水净洗或者是冲洗即可啦。表面比较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像苦瓜或者是一些黏物等等的，可以在适当的用那个我们的暖毛刷再进行那个刷洗。这摆无合格的商品嘛出现伫市面的蔬果行含超市的通路，拢已经落价。农业试验所表示讲，要降低农药的残留，上好是倒清水冲10分到15分。有地头的水果嘛，建议先洗了后再甲地头摕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美国总统 Trump 派国民兵去洛杉矶压制反对掠移民的示威。这联邦法院站是判定讲，这 Trump 的行为是违反宪法，下令就要甲国民兵的控制权还给加州。不过，这 Trump 政府上诉了后是又搁变盘，代表讲这 Trump 有原是权力来指挥加州的国民兵。为了应对美国洛杉矶抗议逮捕移民的示威活动，美国总统川普进前派着舰队甲4000名国民兵进驻洛杉矶，引起争议。加州州长甲检察长认为，川普行为越权，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了后，联邦法院的法官不理解，在裁定川普行为无遵照国会规定，嘛超过法律的权限，违反美国宪法第10条修正案，必须甲加州国民兵的控制权还给加州州长。
We're gratified. Today is a big day fo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 our democracy, and I hope it'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day in this country where we push back against overreach, we push back against these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of a president. 联邦法官裁决要求川普政府必须在当地13中道进前高行国民兵的控制权，也不过川普政府提出上诉。美国最高巡回上诉法院在12夜暂停执行联邦法院的判决，允准川普维持对地加州的国民兵指挥权。对于川普动用军队的争议，包括伊利诺州、明尼苏达州、纽约州的3名民主党籍的州长，12嘛出席共和党主导的众议监督委员会听证会，甲共和党的机关对呛。 这个听证会是共和党对庇护城市的听证会。今年3月，委员会已经传唤波士顿、芝加哥、丹佛跟纽约市长出席。这个移民庇护政策根本是帮助犯罪。公司新闻的是董炳耀。法国东部一个小镇是有一个到任也无满1年的查某辅导老师，去互14岁查甫学生毒死。这个学生是去互以谋杀罪起诉。 因为即阵在网络上发达，囡仔是接触到更较侪暴力的内容，所以讲法国各界就呼吁爱管制使用社群平台的年会。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按算要推动立法，禁止15岁以下囡仔使用社群平台。 中昼12点时间一到，教室内面的学生全体拢徛起来，要替洪普市的助理辅导老师梅兰妮来默哀。上时伫学校外口的墙围边，嘛有当地居民和学生的家长，采真侪花束来表达对这个命案的哀悼。根据检方初步侦讯的结果，14岁的查甫学生昆丁，顶礼拜5初6因为寻查某朋友和另外一个辅导老师纠正，心内就真怨愤。À la suite de cet incident de vendredi, il déclare avoir ressassé, dès le lendemain, samedi 7, le projet de tuer une surveillante et, selon ses propres termes, n'importe laquelle. 法国媒体报道指出，讲这洪台市的31岁查某老师梅兰妮，本来是美容院的造型师，后壁决定要换跑道。2024年的9月，才开始以助理辅导老师的身份，伫案发的学校在做工课。检方调查发现，嫌犯并无任何精神无正常的镜头，精神的时阵，佫讲家己介意暴力电动，甚至想要用暴力来杀人。Il devrait être jugé comme un adulte. Je ne pense pas qu'on puisse encore considérer quelqu'un qui poignarde quelqu'un d'autre. D'encore un enfant, enfin, ça efface tout sentiment d'être candide ou quoi que ce soit. 针对最近几年一直发生亲像这种学校暴力的事件，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会推动立法，禁止15岁以下的青少年和囡仔使用社群平台。法新社的报道指出，讲进前希腊已经提案，要伫规个欧盟推动限制社群平台的使用年会。这个提案已经有法国和西班牙表达支持。另外，法国总理贝胡嘛指出，讲政府伫2礼拜内会签署行政命令，禁止未成年人及买刀啊，才会刀械。教育部嘛呼吁限制囡仔看电视和使用3C 产品的时间。不过，教师工会认为讲，这个法令恐惊是真歹施行，落尾只会去制造学校内面对立的情绪。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日本的连锁餐厅吉野家又是诺亚，过去主要是卖牛肉饭、甲咖喱饭为主，不过这阵嘛宣布讲，伊要开始卖面。新团队是宣布讲要挑战伫咧5年内日顺达到40亿个日票。不过因为原物料起价欠工等等的原因，这要转型恐惊是无遐简单。为日本、台湾、到香港、中国甚至东南亚，吉野家的招牌代表就是评价用餐速度紧的牛肉饭。不过，这为19世纪末就拍响的名号，在100多年后的21世纪初期所变化。伊豆豆并过香川县有名的战旗乌龙面品牌辉煌，使其各陆续收购几间规模较细拉面业者，事业拓到全新的领域。根据日本有名财经媒体 President Online 的数字，吉野家集团到2024年底为止，下骹拉面店伫日本国内有95间，海外有34间，总共119间。未来5年的目標是海内外總共要達到500間。現時点まで100億円ぐらいの売上規模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これを400億円まで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花丸丼にほぼほぼ近しい売上規模に5年内で持っていきたい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おりますし。
President Online 分析认为，经营拉面店需要唔那是成本效益，产品也有创造吸引人特色，为煮汤头到摆盘，拢需要相当精力甲功夫。大型连锁业者要互所有店维持同款的品质，是真有难度。另外，业者若是因为成本，互每一碗面的介绍超过1000票的心理关卡，要惊走人气风险。公司新闻徐嘉仁报道。变拿到乌昂症的季节，真侪餐厅业者对亲身去市场化价标即寡打就换的乌昂症。过去即寡头家是看这买啊切开的所在来判断肉质。不过即阵有日本的新创公司是推出 AI 超音波，讲是12秒就当知影这乌昂症的优质有偌高。把冷冻的酸仔鱼放伫咧机器顶头，手上大会给送去侦测区，机器正紧伫咧做侦测。这是日本一间新创公司 Sonofy 加日本资讯科技公司富士通最近研发的高明侦测仪器 Sonofy， 用 AI 超音波侦测酸仔鱼肉脂肪的高度。マグロの脂のりっていうのを検査するために、私たちの AI は超音波を使ってそのマグロの脂のりを正しく評価をする。以前若要确认酸仔鱼肉内面的油脂分布，检验人员就要拿骨刀，用1分钟的时间，把每条的肉切开，来估算规尾鱼油脂的含量。怎么用 AI 超音波仪器 Sonofy， 只要12秒就能测量出精准的数字，紧够准。脂がたくさん乗っていると音がちょっと通りにくいっていう特性がありまして波形が小さく出てくるでそれを AI で判定した結果脂がよく乗っているというような、判定結果が出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す。甲短暂扫描抑个电光检验无同 ，Sonofy 是用超音波检验，无会损害鱼肉组织的辐射，所以检验的效率高，也更加安全卫生。Sonofy 这个名是用声音的 SONO 富士通的 F 加 AI 斗起来。这种新开发的技术好真侪，海产一个生鲜食品的业者真注意，像素食业者拢是用酸仔鱼油脂含量来判断肉质介绍甲消费者介意的程度。脂の乗りがないものはツナ缶とかに使うぐらい通常あんまりそんなに重宝されるものではないので、これが明確に脂が乗ってるというものが分かってくれば我々もレストランの方も買いやすくなると思います。新创公司 Sonofy 讲，因的这种机器主要人客是针对企业组织、加工业者，按算今年6月就会量产销售，计销是一台差不多3000万日元，差不多大票680几万。因也会继续研发新的检测技术，包括测量鱼的新鲜度，抑个定度等其他条件，互机器的功能愈来愈好。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